大家有冇試過明明瞓得夠，但係食完午餐之後，成個人突然覺得冇電呢？或者明明唔係好肚餓喎，但係一到下午就好想食甜嘢、飲奶茶、食麵包。其實呢啲未必只係意志力嘅問題，好多時係你嘅血糖坐緊過山車。當我哋食大量嘅澱粉質、甜飲、甜品，血糖會好快咁樣飆升。身體為咗處理呢啲糖，就要分泌大量胰島素。問題係血糖升得快，跌得快，跌落嚟嗰陣你就會覺得攰，心情差，再想食多啲糖，於是又再食，再升再跌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。更加麻煩嘅係長期血糖波幅大，可能會令身體更容易發炎、脂肪聚積，甚至增加胰島素阻抗嘅風險。所以控糖唔一定係叫你完全戒晒澱粉質，而係學識用方法。今日同大家分享嘅係10個控糖技巧，唔需要好痛苦，令血糖升得慢、穩定啲。第一，改變進食次序。一餐飯入邊最好先食纖維，例如菜、菇類、海藻、高纖嘅保健品，之後先再食蛋白質同脂肪，例如肉、魚、蛋、豆腐，最後先再食飯、麵粉、麵包呢一類澱粉質啊。呢個做法好似幫腸道做咗一個防火牆，可以拖延葡萄糖吸收嘅時間。第二，早餐一開始唔好就食純嘅澱粉質，好多人早餐食菠蘿包、蛋撻、甜麥片、白麵包，再加一杯高糖飲品，血糖一早就衝咗上去。想穩定啲，可以改食雞蛋、無糖乳酪、豆腐、魚肉、雞胸、牛油果，或者加少量堅果。第一餐血糖夠穩，成日都會少啲想食甜嘢㗎。第三，澱粉質唔係唔食，而係要減啱。重點係少加工同埋有纖維。白飯、白麵包、即食麵、甜麥片升糖通常比較快，可以多啲選擇糙米、紅米、藜麥、番薯、薯仔、芋頭、粟米、豆類呢類型完整、纖維比較高嘅碳水。第四，唔好空腹食甜品。如果真係想食蛋糕、朱古力、甜品，最好放喺正餐之後，而唔係下午空肚單獨食呢啲甜品啊。因為正餐入邊有纖維、有蛋白質同埋脂肪，已經打咗個底，可以令糖嘅吸收減慢。